苏拉风台已经离开，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哦，台东是继续落大水雨，两港的雨量已经累积超过300毫米。东海岸落雨是落几暝，嘛造成台11线部分公路积水真严重哦，发生真侪件的车祸。另外，台东县的溪流重起来，有真侪灌溉水圳的进水口，雨水冲歹去，预计要1礼拜才当修理好。透早7点左右，台东的民众要往回东海岸上班，经过嘉罗兰路段大雨造成排水消透未赴，大水淹到台11线公路，民众吊伫遐无法度进退，也造成真侪件车祸，双向拢无法度通行。那人过不去，因为前面的水太多了。往成功的方向兴隆路段，因为雨真大，水淹过路南的路面有半顶悬，民众开车经过，哪亲像伫开船。这条水拢本来就有啊啦，若落大雨拢消袂去啦，大概拢安尼啦。东海岸一天累计雨量超过180毫米，观光景点水往顶流加一个小水墙景观。因为下大雨，那边的水源都给它挡起来了，不让那个流得很大雨。苏拉风台离开，按过外围环流的大水雨，两港伫台东落超过300毫米的累积雨量，大到细细的溪流涨悬。龙水署台东管理处列管的故乡镇水圳进水口，前一风台损坏，才拄啊修理好，这届还有8成进水口冲毁，所以要1礼拜才当搁使用。田区里面也都还有储存一些水，所以目前天候还看起来还是持续还会降雨，那可能会慢一点，也是还是要视溪水稍退才有办法建厂。气象局持续发布大水雨特报，东部也是会发生强降雨，提醒民众开车经过较淹水的路段，要小心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